各位出来，兄弟姊妹平安。我是一个主日，咱即马过活节，咱哪接近，咱嘛当遮来学老上帝，因为伊赐独生囝，诚做咱的拯救。伊4个月，互咱有望。咱来串联诗歌，圣诗248首，248首。而且讲到我的上帝。 伊是全能的君王，所以我大安怎永远来尊重伊。伊无法度测度，伊恩惠满满。佮讲到这代对迄代都爱学老，这意思就是讲咱个传承啦，咱个信仰爱传互咱后代，这代对这代，佮对后代佮落去，毋是干那安尼。 伊个观念，我安怎四过传播，毋是伫咱厝内底，伫外口咱嘛爱传，去传播即个福音，互人会使得到拯救。因为我要想伊奇妙所在，伊是尊贵、荣光、威严无悔。上帝嘛是啥？毋是干那专能君王，伊嘛是公义的，伊嘛是恩惠的。 所以第40嘛讲到，咱都要用心感谢，用嘴学老。所以咱心甲嘴爱啦共款。你心若有感觉，你嘴都要讲出来，互人知。啊，无真侪人无了解。你嘴若唱，你心安怎就对行。所以咱时常爱唱喜乐的歌，诚做咱的帮助。来，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 圣诗173首，圣诗173，才有讲到，咱爱恳求永活的主圣神，定心来充满阮。所以圣神甲咱三甲地地，毋是一下来就永远哦。咱可能安怎无用代志，无用啥，佫袂记啊。所以咱时常爱祈祷，求圣神。 来定心充满我，我会使安怎破碎、塑造、锻炼、动用、中用，哦。所以咱都爱求圣神随时来帮助咱，互咱会使更新咱的性命。因为伫咧这世间，诚侪奇怪怪，也讲诚侪马血，有当咱会安怎行了无拄好，行歪去，行错去。 咱嘛爱安怎恳求圣神伫教会，教会毋是干那即个建筑物咯，是咱所有的大众都诚做一个教会，咱拢是济南教会会友，咱拢是伊的肢体，咱都要求伊安怎会使担咱中间运行来做工，咱都要求安怎合一、和睦、三疼疼，所以咱是共款伊的肢体时。 咱都要合一，都要信徒都要和睦三疼疼。咱嘛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牺牲，伊的谦卑，伊的克己，伊的分享。咱来看173首第1节甲第2节，来。
空求仰我主相信，定心充满光。空求仰我主相信，定心充满光。破碎所作，患难中勇，空求仰我主相信，定心充满我。第三，空求相信的教会，本行过最高，张望真心求合一，好无三听堂，一生谦卑，克己分享，困求仰我主相信，所愿听望。咱我来看圣诗273首，圣诗273，遮讲到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所以咱伫伊面前都安怎恬静恭敬，心肝爱学习谦卑，承受真理。我会称声阿罗伊极大的慈悲。伊阁讲到，伊是圣，伊嘛是啥？伊嘛是听。第30讲到啥？上帝嘛是义，所以伊是听，伊手术圣囝替咱献性命，救主留保护，所以咱的罪，所以咱来传伊的福音，来做伊的干净，咱的一齐来学罗咱的主，因为伊恩典无限，伊祝福互咱，所以伊是祝福互咱的上帝。所以咱随时若有感觉安怎时，拢会使家求，透过祈祷来讲咱的需要，敢若对咱的老爸讲同款，因为伊是咱天的爸。后来咱就唱273首，第一节、第二节，来。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人的面前条点将恭敬，心肝着谦卑，承受真理，请下阿罗伊极大的慈悲。主上帝全地，伊恩典无限，主上帝至大伊赐福人。第三，因我的天父，上帝是听，伊小事相行退人献性命，求主来保护野人的罪，帮助的福音主拯救伊罪，即罪阿罗主，因哈的路亚，专心学习主，当以名模样。咱今日金枝都到这。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恁着找迄个做包青甲参青，互死印变做早起时，互日时变做黑暗暝，叫海水内起伫第二个，伊的名是耶和华。伊互强猛的忽然拄着败无，地高卫所拄着败无，独独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这是耶和华讲的，伊的名是万军的上帝。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248首。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请大家起立。请咱三甲来祈祷，听从阮的主，感谢你保守阮过去这一礼拜的平安。伫即个大灾节的节期，阮思想耶稣伫旷野40年日的受苦，以及顶十字架前所受的苦楚，恳求主帮助阮，用警醒甲悔改来过着稳定的生活，活出基督徒的款式，得到更较丰盛的活命甲心灵的饱足。主要听阮的救主，阮今也要再次为着顶礼拜所发生伫缅甸的大地震所造成的灾情来祈祷。随着灾情的消息陆陆续续的传出，死伤的人数一直增加，恳求主怜悯遮的灾民因的苦难、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过来所要面对的生活物质甲医疗资源的欠缺。佮恳求主的恩典临到遮的受难的百姓，安慰因的心灵，使因安息的所在，也保守救灾人员甲灾区报道信息的记者等等。保守因心灵甲身体健康以及安全，使因够额的勇气来继续为着救灾甲未来的重建来努力。同时，阮也恳求主你的大权能临到缅甸独裁的军政府遐的统治者，
互因的心柔软，体谅百姓的苦痛，放下国内遐个政治纷争，互救灾甲重建的工作会当顺利来进行。上时，阮也少年教会长期所支持缅甸宣教的事工，恳求主你保守你的仆人，广福牧师甲伊的家人以及同工，保守因伫患难中的平安，也继续看顾因伫缅甸的事工。虽然未来有搁较侪的挑战，总是有主的带领，福音的传播悠远无来停止。主，你要用你的福音来改变即个国家甲伊的人民。主，阮也再次恳求你看顾阮教会内的肢体，特别是侪侪年长的长辈，伫因少年时为着福音来跑走，做美好的工。但恳求主，你会当赏赐因安息的所在，照顾因的身体，坚固因的心灵，也医治因的病痛，互因悠远享有平安快乐的生活。但原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阮要照着主你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应文第65篇，伫咱圣诗后面的1119页。启应文第65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启示录第21章。咱三甲来启应。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嗷叫、疼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啊，我将万物拢换新。伊搁甲我讲：完成啦！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咱搁三甲来吟圣诗第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圣诗173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请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上帝，答阮陪伴阮家己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来原谅阮，也有侪侪无放落的重担，也是侪侪颠簸阮世俗的念头。愿主你的圣神再次来帮助阮，放落阮的重担，甲所有的挂虑。因为主你有讲，你的摔担是快，你的担是轻的。主，阮也感谢你再次引带你的仆人黄春生牧师伫今仔日的讲道，恳求你赏赐智慧，伫伊的话语来教示阮明白主你的真理。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以赛亚书第32章，以赛亚书第32章第1节到20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恁看，有一个王用公正治国，有官长照正直治理，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亲像沙漠中的溪水，风暴中大石盘的印影。迄时，目光的人会紧紧看，耳孔有听到的人会注意听，冲动的人有好判断，喙齿钝的人讲话顺搁清楚，无人会搁讲戆人是高尚，无人会称小人做君主。戆人讲戆话，心只有想要做歹。伊做亵渎的事，讲歹话攻击上主。伊互枵餓的人无米通食，放喙焦的人无水通啉。奸诡的人用的方法诡诈，因计谋邪恶。虽然困苦人要求公正，因要用伪证毁灭善邪人。毋过，君主计划高尚的事，坚持做高尚的代志。清闲的妇人人啊，起来，来听我的话。无看无路的查某囡仔，着注意听我讲的话。邻遮的无看无路的查某囡仔，搁过一年外，恁会惊吓，因为无葡萄通挽，无果子通收成。清闲的妇人人啊，着皮皮喘；无看无路的查某囡仔，着惊惊吓吓，着赤身裸体摇下满步，着为着好的田地，为着结一耙一耙的葡萄树，堆兴哀哭。我的子民的土地会发刺皮甲杂草，快乐的城市、欢喜的家园嘛会安尼。王宫会互人放杀，闹热的城市无人住，城堡甲守望塔拢会变做洞穴。诚侪野驴甲牛羊欢喜的草埔，到上帝赐伊的神对顶面拼落来，互咱。迄时，旷野会变做肥的园，肥的园会亲像树林。迄时，公平要住伫旷野，公义要住伫肥软的土地。公义的功效是和平，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安稳，直到永远。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安稳的厝体，通歇困无受搅扰的所在。虽然树林受冰雹毁坏，城市受拆火变做平地，毋过恁遮的伫溪边野种，互牛驴会当自在食草的人，实在有福气。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这点，请
请希望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着祈求。这点请黄春生牧师讲道，上主统治的新时代。弟兄姊妹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早起，希望诗班通过这首着祈求，带领咱来敬拜。着祈求，因为上帝会听咱的祈祷。咱也看到圣经内面真多的历史的记载，那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阵，伫遐拄着法老的这个大屠杀的时阵，因伫遐嘻嘻惨，伫遐哀叫。这个哀叫就是一种祈求，上帝一定会伸出伊神的手来，成做拯救。着祈求，着超吹。这其实嘛是以赛亚书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息。当咱咧读以赛亚书对第1章到第8，咱会通知影，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主前第8世纪。第8世纪的时阵，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因拢面对着亚述帝国的威胁。伫迄个威胁的中间，因需要伫遐祈求上帝。但是迄当时犹大王国，伊的政治腐败，领袖无公正。社会充满侪侪不义，人民伫迄个错误的安全感中间去迷失，因为迄当时因拢想要去瓦靠邪恶的帝国埃及，找一个邪恶的帝国来对抗另外一个邪恶的这个帝国。
但是迄当时先知以赛亚伫遐呼求人民，恁都爱怎？恁都爱祈祷，恁都爱悔改。面对未来的审判，甚至面对将来有可能的复兴，伊伫遐来提出伊的见解。今仔日即章内面是以赛亚书中间属伫以赛亚国度的预言，这甲第11章真类似，描写着一个公义的君王，甲改变人心的一个新的时代。这种理想王国的导向，这是其实是对应迄当时政治败坏的社会处境，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咱爱知影，一个社会国家的领导者，拢必须要有一种理想，这个理想性的期待，才会通将咱的社会带往头前来进步。咱若无有理想，这个社会就愈来愈败坏。领导者要将国家带到伫什么所在？伫顶一章的时阵，咱有读到先知伫遐讲：恁落去埃及，这甲对比上耶路撒冷这款的语言的表达，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落去埃及是要甲邪恶的帝国结合，这代表是一种的对立。那上耶路撒冷，这就是一种亲近上帝、掠上帝的价值，成做这个国家甲社会的理想。带一个行动，才会当带予咱更较美好的未来。我想答案是真清楚的。现在咱就来看第1节到第8节所描写的这个经文，描写着公义的王的临到，甚至领袖要受到更新。伫这第1节讲，恁看，意思讲恁着爱注目、爱注意，注意什么？伊互迄当时的百姓有一个较悬的一个理想，讲有一个王用公正来治理国家，甚至有官长也照正直来治理。学者普遍上认为，这是对以赛亚君王的预言，象征一个公义的统治者的临到。这甲以赛亚书第9章11章和平的人君这款的描写是互相对应的。唔单单是君王用公正来治理，连带其他的官员也会安怎会照这款的价值，行公义、公平来治理。这款政治的导向，公义、公平的治理。伫迄个诗篇72篇的中间，也有一再伫遐出现。圣经学者一讲起诗篇72篇是一个君王登基的诗歌，会表达出代表王朝的神学。意思讲，你要做王，你爱行什么款的代志，甲符合上帝的心意，都是你爱怎？你爱行公义的代志。这对比迄当时败坏的这个贵族王族，这位上帝所要立的君王，伊要带来真正的正义甲安全。若是照着耶稣的提醒咱，耶稣甲咱讲，这位君王啦，毋是高高在上，是一种服务性的，因为耶稣。伫马可福音第10章43节到45节，安尼甲咱讲，恁中间爱做大，就爱做恁的妻用；爱做第一，就做正人的奴仆。因为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转是要服侍人，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所以你去看，耶稣一讲到君王高高在上的人，伊是用这款来描写，迄是真无共款的价值，也因此极权，咱讲集权甲集中迄个权的统治者，
迄款的极权，其实也是欺压迫百姓的这个官长，这拢是上帝所无欢喜的。第20咧描写这位君王，也是讲领袖大出来的结果。伊讲亲像避风港，也亲像石盘会当压影，甚至有水泉清凉的所在。这拢对比迄当时的危机的人民来讲，是一种平安甲望的象征。第20咧强调着，这个理想君王伊的属性。理想的君王，毋是在伫伊的权势，毋是在伫伊的拳头武有偌大，乃是公义、公平，伊会当提供保护、供应，会通安怎压砍迄个日头。这个压砍伤害，这对伫君王这个属性，都互咱看到啊。咱也用这2节来检视今仔日政权的领导者，嘛真适合。咱看到中共极权剥削百姓，甚至迫害教会、拆十字架、拆教会，甚至无有啥物款的理由，就会当将人甲掠起来。这甲对比台湾今仔日的民主自由，你甲想看觅？这2个国家带一个较接近上帝国的理想，我想真清楚，真清楚。咱今仔日望咱所徛起的国家，是会通展现出上帝国这款的理想。君王毋是在伫伊的权势，毋是伊的拳头武有偌大，乃是伊会通行公义，伊会通好人民。伊会通保护供应，这是一个咱看到弥赛亚国度迄款的理想。咱来看第3节甲第4节，安尼讲起，讲迄时目光的人会紧紧看，耳孔有听到的人会注意听，冲动的人有好判断，喙一顿的人讲话顺个清楚，这个意思是啥物？就是讲，伫这个王的治理、弥赛亚的治理中间，人民的心目睭紧紧看，目睭是拍开的。原本愚妄的人，伊会当得到启明，真理无阁受压砍，虚假无阁伫遐受人高举。这是一种内在灵性属灵的恢复。上顶伫弥赛亚的统治下底，人灵性的目睭、耳孔拢会通拍开。咱来去看到新约耶稣的医治下到袂当讲话的人的时阵，伊这个行动嘛是咧预表上帝国会通更新人的眼界、话语的表达。用今仔日的处境来看。会当讲话，这就是真要紧的。过去台湾伫228白色恐怖以来，言论是无自由的，是恶搞的。囡仔人安怎有耳无喙，恶搞。但是圣经内底才会讲起，讲因会通安怎冲动的人，伊会当三思，会通好判断。喙之钝的人会通讲话清楚，这其实会讲起，因会通伫遐讲建设的话，会当真做有帮助的话。因的言论会当互这个原本社会失去功能的社会，重新搁动起来，会通做出好的判断，所讲的言语。拢会通促进这个理想的弥赛亚国度，这是上帝应允的理想的国度，是一个新的变化、新的社会、新的治理。这个对比过去旧的社会，政治腐败，人贪心、贪婪、自私。新的社会是人会通安怎得到启发，会通有好的判断，伊的论述会当真清楚。
这就是安怎新国度的公民意识啦。咱今仔日拢在讲公民意识，一个公民意识的社会，愈成熟，这个社会就是安怎表现出来是一个进步，有上帝国的滋味伫迄个中间。所以线接先知第50甲第8节，伊用迄个愚妄的人甲高尚的人来做一个对比。愚妄甲高尚，这其实是反映出希伯来文化义的问题。义毋敢若是道德上的义，乃是对上帝尽忠、实践社会公义的一种的生命态度。第50讲，无人会阁讲戆人是高尚。啥物叫做戆人？戆人就是安怎无有良心价值的人。戆人就是安怎无正义感，甚至无价值、无道德。这对比伫这个第7节安尼讲，奸鬼的人用的方法是诡诈，所以你要看愚妄的人伫先知的目睭内咧讲，是一个无道德、无正义感、无价值观。先知以赛亚伫遐指出，安尼对比迄个高尚的人咧，高尚的人就是安怎，真正是弥赛亚国度内面的公民。这款弥赛亚国度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度。内面的人是安怎爱活做一个高尚的人？安尼高尚的内容是啥物？好学本的翻译讲高明人呐，台语圣经翻译讲高尚，还是讲君主？高尚甲君主，其实原文内底有一个，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伊会去琢磨，啥物是会通有上帝国的价值。咱讲永恒价值的物件，坚持良心的存在。这个君主翻译做高尚的人、高贵的人，毋是代表伊的身份高贵，乃是讲起伊心内有一个更较悬的价值观，伊的品格更较高贵。以赛亚指出，这个弥赛亚国度内面。真正有上帝国价值，将迄个价值的品质甲挖出来。伫这个新的国度内面，人人拢会看重啥物是对的价值，坚持伫良心的价值。对这点，若带互咱今仔日的社会的政治观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咱要制定的制度应该是安怎？良心有永远的制度，这个好的价值的制度，这是咱爱追求的一个目标。咱需要去培养上帝国的公民素质，才通成做君主，才通会配得承担新时代的一个新天新地。这款新天新地的观念，一直到伫启示录。犹原拢在提醒咱，所以咱要知影，咱要建立的毋是一个地面上的国家，咱毋望地面上的国家会当展现出来上帝国的价值。若是这个社会无有上帝国的价值，咱就无法度讲咱的传上帝的福音。煞者，咱来看第90节甲14节，第90节甲14节。是一个真大的转变，要批判旧时代。当初时是一个罪恶的时代，先知批判的对象，咱来看第90节安怎讲。第90节安尼讲：清盈的妇人人，无看无女的查某囡仔，这毋是咧卖查某啦。咱来知影，这个女性妇女，而且是一个上等的用法。上顶的用法代表耶路撒冷，那亲像耶稣嘛甲耶路撒冷讲，耶路撒冷的
女主啊，毋通为我哀伤。所以，这个女性是一个上等的用法，代表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因安怎？因伫遐社会中间清闲的妇人人，无看无路，意思是安怎？因一种对因的危机无有这个要紧性。这通讲一种的自我中心，咱讲安于现状，无警醒，所以伊毋是咧讲性别的问题，是反映出一种灵性的麻痹，一种自满的作文。所以学者 John Oster 伊伫遐咧讲起，这妇女上顶是啥物？这受到迄当时的制度利益的人，却无要为公义正义发声的人，因伫社会上享受安逸，因无顾困苦人的困苦。这个人因自满，因安怎？伫迄个旧的世界的中间，伫遐享受，但是因却看袂到新的世界要临到。因看袂到，嘛经验袂到。先知伫遮要来警告，对迄当时社会上的人，恁一直咧麻痹，毋知影危机就要临到，佮掠准家己是平安，实际上灾难就要降临。所以第10节安尼讲起，各过1年外，恁会惊吓。所以先知以赛亚发出将来要审判的警告。废话的生活无偌久啊啦，无偌久啊！1年外了后，恁若无改变，这个代志，这个审判拢会临到。经济会放弃，审判会临到。第9节甲第10节安尼指出，伫遮会讲起，就是对罪甲审判麻痹的人，伊本身就是安怎？是一种罪啦。虽讲有的人无犯罪，但是对罪安怎念记记，忽略邪恶，这嘛是一种罪。咱爱知影先知这个语言，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安怎？为着无法度发声的人发声。所以先知就是为着上帝，为着这受压迫的人，因无受着公义来发声。所以先知毋是安怎念记记，先知毋是麻痹，毋是。希伯来文内面有一个语言，沙迪卡这个语言叫做沉默，念记记，沉默。这个沉默这个语言，甲瘫痪，咱讲半身不遂，迄个语言是同款的。咱若对社会的无公义、罪恶念记记，安尼这个社会就安怎会瘫痪啦？所以先知伫遮，伊为什么一再伫遐来发出警告？伊就是无望，因的社会伫遐怎半身不遂，若继续麻痹落去，无感。先知讲，搁过1年外，恁会惊吓。伫患难来的日子，才会讲起清闲的妇人人啊，着避喘。迄当时，若有好的土地，嘛安怎无法度收成啦，甚至土地会发刺皮甲杂草，原本快乐的城市，嘛要安怎落魄？到时阵，因着安怎着赤身裸体，摇下抹布，这上顶是啥物？到时阵要悔改，就袂赴啊啦。14节咧讲起，王宫会互人放杀，会讲起这个审判就要临到啊。这个审判有可能是亚述帝国的攻击，嘛有可能是将来巴比伦帝国所要带来的毁灭。到时阵拢会互耶路撒冷成做趴园。这是以赛亚对迄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心耶路撒冷的一种末日的预言。
指出迄当时的社会，敢若追求趁大钱，却无心存公义、敬畏上帝的价值。上帝安怎，都会互这个审判临到。古用学者 Walter Brueggemann 伊安尼指出，讲先知指出对这个城的描写是充满一种咱讲安怎讽刺，伊将伊的挑战一种制度无公平，将上帝放袂记的。所拄着的灾难，毋是天灾，毋是战争，乃是人的心离开上帝远远。啥物叫离开上帝远远？就是心内无有上帝国的价值，无有上帝国的价值的社会，就是正做一个行远腐败落去耶路撒冷的社会，就是要带来较大的灾难。所以先知直接画一幅图。恁到底要行远对落埃及，也是要安怎？亲像米西亚国度迄款理想的景象。你要经多一个？你若要行远上帝国，你就需要安怎？伫社会中间行出公义。煞只咱来看15节甲20节。咱摊拄仔看第9节、14节，迄对安逸的妇人人、清闲的妇人人，因选择对罪恶点屈辱罪恶，对无公义安怎麻痹啊，会做出警告甲审判。但是15节开始，以赛亚先知转描写上帝的灵、上帝的神。降临带来更新、转化，带来公义的果效。而且咱有当时拢读伤紧，咱直接就将迄个上帝的神当作是圣神，无较尔紧啦。因为清楚的圣神论是真后壁甲有的，而且真单纯，其实咧描写就是上帝的神。上帝的神15节讲啥？对顶面拼落来，这个拼落来，就是安怎？真丰富、真充满的意思，会强调创造甲更新的力量，真正的转化是对顶面拼落来，对上帝遐来啦，毋是对人啦。所以学者将奥斯伯安尼讲起，讲这个规章的神学的重点。都是上帝的神降临来更新社会，带来公义，自然界也得到改变，人的心嘛得到回转。这真强调，毋是人的溃力，是上帝的溃力。咱着做咱会通做的，咱着做咱正做一个上帝国公民应该爱有的，掠着上帝国的价值。然后，上帝圣神家己做工啦。16节甲18节，咧讲起公义甲和平，上时阵实现，人就会通得到安稳、安歇的徛起。这是一个真理想的图像。迄个对比，迄当时的社会，罪的束缚、无公义所带来的混乱，这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圣经才会讲起公义的功效是和平，这个和平原来意思是社拢，就是平安。平安毋是讲无战争啦，平安是指一种安稳，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甲人有好的关系，和谐的上帝国的世界。意思来讲，毋是平安带来公义。乃是公义带来平安安稳的生活。总讲一句，就是爱先有公义，才有真正的平安。爱先有公义，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神学家Walter Brueggemann伫遐指出，这个上帝国社会理想的画面，
上帝的神唔敢若恢复自然界，阁是重新起造社会结构，互人伫迄个中间会通经验到真正的公义，因为有这个公义，甲带来平安安稳的生活，而且毋是暂时的平安安稳。圣经内面讲啊，直到永远，所以这款的直到永远，就是稳固上帝伫遐做王。若是咱拢掠上帝的价值最要紧，咱所徛起的世代，迄就是真做一个真理想永远的国度。咱来看19节，19节的描写是马上做一个转变，延续对审判的提醒。虽然有上帝的神管压的五望，但是咱嘛爱细记，上帝有愿要对骄傲抵挡者来审判。所以19节是一个审判的提醒，但是20节佫改变啊，毋久。这个义眼会讲起，毋过谦卑寻求上帝，甲上帝相较同行的人，会通经验上帝国的临在，徛起伫肥软的土地、水泉充足的所在，迄代表是一种和平安稳，甚至精神会当自由食草，无阁有战争甲混乱。弟兄姊，咱来想看卖，对即章内面会通带互咱今仔日处境有啥物款的反省？我想会当用3点甲咱来分享。第一点要互咱知影，现代政治的理想导向是一个公义的治理，甲弥赛亚国度的愿望。虽然这个经文是写伫2000多年前的古早以色列。但是，伊所描写的公义的君王，真正领受的款式，甚至批判迄当时对社会政治冷淡的警告，这对咱今仔日台湾的社会来讲，拢是一个真强烈的启示，甚至是公共神学提供真要紧的价值。这个全章的描写，弥赛亚的国度内面，迄个理想的政治导向，当然伫咱现在民主制度内面，咱无阁有这个君王，但是咱有民选的总统，有立委，有各级的官员。这段经文其实咧提醒咱爱知影一个理想的国度内面，政治权力。毋是为了家己荣耀家己的工具，毋是摕来碰风的人。政治的溃力，乃是要保护弱势者。坦白讲，有迄个避风港有无？佫会当亲像石盘硬的这个所在。所以，迄是要维持一种公义的责任。对这点，咱就会当来检视咱台湾真侪政治人物。我会记有一个立法委员，未做立法委员以前做市议员，黑白停车，伊甲警察呛讲啥？你不知道我是谁吗？这拢是大头病啊！政治的溃力是爱去守护、保护弱势、维持公义，毋是摕来摇摆的人。所以这是真离谱的代志。甚至台中有一个立委，寄一张公文去台病院，讲叫副院长来伊的办公室报告。人就去看病问诊，你咧叫人来报告，你叫掠准家己副院长是营营无代志做无？病院派一个人去，迄个立委甲讲：“你不知道我是谁吗？”这嘛是大头病，敢毋是？邦桥有一个立委，深夜拄到临检，伊甲警察抢，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结果分局长安怎？
伫遐讲歹势，办3-4道，我甲你请，你莫阁追究啊！这个社会若是安尼，这个社会是袂进步的。真正的比赛的国度，有权的人，亲像耶稣所讲的，恁中间啥物人要做大，就要做正人的奴仆，敢毋是？这是一种理想化，毋敢若是理想化，伫今仔日民主化的社会，应该就是安怎愈来愈行向上帝国。咱爱明白即项代志。另外嘛，互咱知影，公职人员毋敢若是执行即个行政的执行者，伊应该搁甲伊促进社会的安稳，成做一种石盘，来互社会来得到搁较大的保护。咱嘛会当通过安尼来检视今仔日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敢是人民的避风港，还是在政治人物是带来社会的风暴来源？这今仔日台湾拄爱面对风暴共款，有一群人要将咱带入下去埃及啦，要去清群迄个极权的中国，这是咱今仔日台湾所面对的风暴。政治人物应该成做人民的，咱讲避风港。第二项要紧的要提醒，这嘛是对公民的提醒，唔通点，唔通麻痹无感。第90甲第17咧呼吁，坦白讲起，唔是干那讲女性呢，迄是咧指一群社会政治道德点水质的人、冷淡的人。因过去享受过去的人所留落来的这个成果，但是今仔日因却对所面对的危机咱若想看卖，台湾的民主当时才开始发展出来，咱的民主化到今约几冬。你开始会当选总统的时阵，是对当时开始选96年。其实台湾民主安尼算起来几冬，30通当尔。咱拢要享受民主的成果。你今仔日会当投票，是因为过去有人牺牲，有人抗争，有人行街头，有人互水冲。我熟悉一个人，我甲讲，你敢有要来教会？我问伊讲，你敢洗礼啊？伊讲，我伫街头，上帝就甲我洗礼啊。当然，伊搁会继续追求信仰，这是好现象。但这段经文嘛是会当互咱去思考，这个富人人也是真安逸的女性。也是讲耶路撒冷遮的百姓，因过去拢是享受前人所留落的这个成果。圣经内面会提醒咱，讲咱就爱活出一个上帝国公民的意识甲着。所以这嘛对咱今仔日台湾的公民一个真要紧的提醒。伫民主社会中间，人民是主权者。是上帝权柄的托付者，因为咱人人拢有上帝形象点伫咱内面，官员有上帝形象，咱嘛有，咱应该爱成做一个社会公义的守望者。那安尼，咱就爱搁进一步来思考，对伫公共事务，咱也点沉默，坦白讲的。萨提卡这个沉默，这个语言，就是什么？就是瘫痪啊！我们对邪恶沉默，我们的社会就会瘫痪。咱若是麻痹啊，属灵的麻痹，道德的麻痹，咱干那关心家己过了有安稳无？无去关心国家的安全。
无去关心咱要安怎来使用上帝予咱的权。今仔日的民主的权是一种的选举立法，咱若无愿意追求真相，圣经内面就讲啥？这叫做愚妄啦。先知甲咱讲，咱来做一个高尚的君主。上帝统治的新时代，咱拢爱去学习如何做一个上帝国的公民。所以信仰毋是干那停留伫个人担当，毋是干那伫教会内面的敬拜，佫较是需要去关心着社会中实践公义、人民的工课。第三项，对咱来讲，政治领袖甲立法者应该保障正义甲次序。这段经文内面，互咱看到一个灵性上的政治真理。真正的社会安定，毋是来自安怎拳头母，毋是来自镇压，乃是社会安定是因为安怎制度化有公义，大家人拢愿意安尼行。治理者若追求公义，会通为着社会带来久长的平安甲次序。圣经内面讲啊，直到永远啊，会当到伫永远。所以咱甲想看卖，立法委员应该将公平正义成做一种立法的标准，特别爱去注重国家的安全，照顾弱势者，看重劳工的辛苦。伫咱台湾，阁有足够的问题，青少年、年长社会照顾福利的问题，这拢是应该立法委员爱去关心注意的甲对。上帝国的伦理下底，政治工作者应该爱做啥物？咱来看第8节怎讲？君主计划高尚的事，坚持做高尚的代志。君主，即摆看起来，立法院就欠缺君主啊！这拢是对咱来讲是一种真大的挑战。毋是干那因爱做君主，咱嘛爱做君主，咱嘛爱思考，咱爱计划高尚的代志，坚持高尚的代志来做。这是先知会互咱看到，迄个上帝国理想的画面是安尼。通过安尼，其实嘛回应耶稣甲咱教示的，敢毋是？耶稣喺祈祷的中间，甲咱教讲，愿上帝旨意伫地里那亲像伫天里，敢毋是？最后，咱要来思考，你心目中的君王是啥物款的君王？如果伊是公义的王，咱敢有活出公义？如果伊是公义的王，咱敢有追求公义？如果咱仰望和平的国度，安尼咱敢愿意伫偏远的所在，野落这个公义的政治，野落公义的政治？民主的时代，罢免、选举、政策的辩论、公共的事务，咱敢有勇气去发声？也是伫遐念字字，念字字，最后就是安怎半心不遂啦。最后要提醒咱的，咱拢真软弱有限。先知互咱一个大英文讲啥？上帝神要对顶面拼落来，对顶面拼落来。咱要靠家己的困难是无可能的。咱爱祈祷，咱爱恳求，上帝啊！你对顶面拼你的神落来，来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来带领台湾，带领世界的各国，行往上主统治的新时代。我想，先知伫迄个时代，看见社会这个乱象。但是伊无放弃，伊互咱看到一幅上帝治理的新国度的图像。弟兄姐，这个图像
2800几年前到今，有愈来愈接近上帝国无？有啦，总是有人要将这个上帝国的价值安怎拖入去，亲像埃及帝国同款，迄款的极权的统治。咱今仔日你要行上帝，也是要行中国极权，这咱来去选择。愿上帝帮助咱，爱有智慧，无得点点，但是应该爱勇敢徛起来，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看到先知批判迄当时时代的腐败，伫政治上，先知有要紧的提醒反省，伊也互这百姓看见上帝，你已经为着因备办一个理想的国度，就是因的治理者爱行公义，社会有公义，才会通互国家久长徛起。亲像箴言内面甲阮讲起，公义互邦国兴起。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台湾面对着大的威胁的中间，阮会通掠掉上帝国的价值，往头前来跑走。因为阮今仔日所做，会通成做阮后世代子孙的评论阮、看待阮的态度。主恳求你帮助，互阮无伫你的面前见笑，也无伫子孙的面前见笑。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搁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点是公祷的时间，咱今仔日要特别为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请为着缅甸地动的救灾、甲当地宣教师以及信徒的安全来祈祷。第二，为着咱最弱势的群体，包括难民、散车的被压迫者来代祷。第三，为着拒绝中共的极权，台湾各地公民的罢免行动来祈祷。请大家同心开喙来祈祷。即贴，请今仔日事现场王雅玲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主，阮伫遮为着缅甸来祈祷，求主停止当地战乱，互执政者有智慧、有公义、适当的分配资源，帮助真正需要的所在。愿你亲自看顾当地的宣教师甲信徒，虽然地动造成生活的不便、内心的惊吓。但有主的引带甲保护，互因生活得到安全，有主的平安伫心内。亲爱的主，世间永远有战争，有伤伤，有因为宗教受迫害，心内艰苦，身体会枵兀破病。求主怜悯遮的受苦无通大的人，诚做因的避难所甲安慰，经历你的疼甲拯救，伫因的心内有毋茫甲平安。因入来主得到救恩甲祝福，主啊，互阮会当倚靠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同行。愿主看顾台湾，互大家有智慧出来拒绝中共的极权威胁。求主保守参与罢免的义工，坚固因的心智，毋惊歹人的攻击，保守因的心灵平安。愿主伫台湾掌权，束缚台湾。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点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即时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咱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下一个主日4月13是樟树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请大家伫受难周4月13到19这段期间。尽量避免来参加喜庆宴乐甲旅游的活动。咱甲普世教会做伙来守节。伫樟树主日后一礼拜中间要来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备万心来参加。下面这服侍长老的名单，请大家家己来看来注意。第二，由罗维道教授来主编的《上主教咱唱新歌》台湾2009年圣诗手册，已经要来出版，欢迎大家来参加伫台北场的发表会，时间是4月13日后主日的下晡3点，伫本教会大礼拜堂，由罗维道牧师甲陈秀文老师来主讲。第三，咱伫受难日是4月18拜五暗时7点半有要举行受难日的接光礼拜，请音乐密契诗班来带领。伫礼拜中间，暂时要来举行开放式的圣餐，欢迎愿意领受基督恩典的所有的人做伙来纪念基督的受难。并且做伙来领受圣餐。第四，咱今仔日的圣经学校要暂停一摆吼，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来参加，并且为着圣经学校来奉献甲代祷。第五，也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咱每礼拜五暗时7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即礼拜五4月11日要请到陈永文牧师来底讲，请资深的国际导游苏三仁先生来做厝建的分享吼，请大家做伙来参加。第六，本教会甲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做伙合办的2025爱德练习室婚宴成长团体，咱已经开始报名吼，活动的时间是5月到10月份，每一个月有一摆吼。欢迎要结婚也是已经结婚的夫妻做伙来报名吼。时间是到明仔载截止吼，请大家注意来看吼。具体消息的部分，咱主来苏祥君妈妈。苏正爱姊妹伫3月22日拜六，安孝主怀女婿93年，愿主安慰伊族。搁别礼拜伫4月7日，来举行，请兄弟若方便会当来参加。剩的包括团契消息、教界消息的部分，请大家来家己看吼。这点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是林立清甲黄元展对这个台南东宁教会
林进吼甲黄元展吼来请起立来咱欢迎。好，请坐。过来介绍的是这个肖家荣姊妹，欢迎。来介绍的是黄宇慧，欢迎。来介绍李贞基长老、金明恩师母甲金明慧。是赵牧师的韩国的朋友，欢迎。过来介绍的是田于君是龙龙教会吼，来请起立，欢迎。过来介绍的是林鹏峰甲黄秀云夫妇，欢迎。好，咱也甲咱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三个弟弟。咱三甲来吟每篇的诗圣诗第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咱唱2遍吟诗刷，请牧师来祝祷，请大家起立。愿上帝国临到，唤醒得困的心灵，点导公义甲和平的愿望，互万民归向主，活出疼甲真理的见证来荣光伊的名。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敬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列岛变化。若是有需要带倒的兄弟，咱会当到外面的雨伞骹，有同工会为你来祈祷。